78號麻煩呢邊啦，先生你好啊，請問有咩幫到你呢？我想 cut 台，冇問題，麻煩俾一俾身份證我。登記人係我老豆啊，其實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根據私隱條例呢，我哋需要登記者本人嚟到先可以幫到你 cut 台噶。但我老豆呢啱啱過咗身啊，所以我想嚟 cut 台。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公司規矩係就算耶穌嚟到唔係本人，我哋都唔會幫佢 cut 台噶。合約就死嘅，你老豆又係死嘅，點幫你 cut 啊，先生？麻煩79號呢邊啦，先生又係你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要登記者本人嚟。先生，麻煩身份證啊。唔好意思啊，死亡證 OK 嘛？我入資料先，請問有咩幫到你呢？我想 cut 台。唔好意思啊，陳生，你份合約咧仲有8個月先到期喎。如果而家強行 cut 台咧，需要俾埋餘下嘅月費同埋500蚊嘅提早解約手續費噶。實在欺人太甚啦！老豆，你犯生啊！多謝你啊，服務員，我哋唔 cut 台啦。唔使客氣，希望幫到你手啦。134號呢邊啦，唔該。我想 cut 台啊，好高興為你服務啊，爺生。我要 cut 台，cut 台，cut 台。6月18，一個部門的誕生，我哋戲院見。歡迎乘搭地獄列車，Please mind your gap。